喂，大佬，食個飯要去到元朗太遠啦，索性就地取材，揾全澳門最優秀嘅肉餅飯。於是我連續3日去咗3間茶餐廳。第一間係金滿，煎肉餅蘊藏咗唔怕搶夫嘅鹹蛋黃味，幾厚身，食落咧算唔鹹唔淡，但我嫌佢偏實淨同乾身，靠少少甜豉油點綴唔係好夠。好在有隻太陽蛋幫手撐一撐場。第二間去咗德豐，煎肉餅碎上幾香口，口感似魚餅唔怕好實。太陽蛋係靚仔嘅，食碟頭飯最安慰嘅係夠菜。我中意成件事唔怕乾爭爭。阿姐仲送咗碗紅蘿蔔雞腳湯我飲。第三間係呢間益豐，終於係我熟悉，好似屋企剁完那隻鐵兜裝住嘅蒸肉餅。因為即叫即蒸，等咗20分鐘有啲耐。細細餅但夠厚，唔算好滑，勝在菜乾嘅足料同塊餅融為一體。唔夠味可以試埋咖喱醬同魚露，好食。不過嫌佢唔夠大件夾抵食。澳門人都知有生之年地鐵站都唔會連到去呢幾間，但附近有好多巴士站，交通都算方便。我諗澳門仲有好多肉餅工匠引爆嘅味蕾炸彈等緊你發掘。